下三章，阮既然袂为国吞忍，就愿意家己等伫雅典，找阮的兄弟伫基督福音的顶面做上帝执事的提摩太去，坚固恁，搁伫恁所信的道上劝慰恁，免得有人受诸般患难摇动，因为恁家己知影，阮受患难原是命定的。阮伫恁迄位的时阵，大声甲恁讲，阮的确受患难，以后果然应验啦。恁也知影，为即个，阮既然袂为国吞忍，就找人去，要知影恁的信心怎样。惊了迄个有血人的，到底引诱了恁，叫阮的劳苦归伫空空。总是提摩太拄啊对恁迄位倒来，将恁的信心甲疼心的好消息报互阮，搁讲恁常常纪念阮，切切的想见阮，亲像阮想爱见恁一样。所以兄弟啊，阮伫一切困苦患难的中间，因为恁的信心就得到安慰。恁若靠主徛得稳当，阮就活啦。阮伫上帝面前，因着恁真正是喜乐，为这一切喜乐，通用何等的感谢，为恁报答上帝呢？阮入眠切切的祈求，要见恁的面，补满恁信心的无够额。愿上帝，阮的爸，甲主耶稣一直引带阮到恁迄位，搁愿主，互恁彼此相听的心，搁听正人的心，拢为加添充足，亲像阮听恁一样，通互恁当阮将主耶稣甲伊正圣徒来的时阵，伫阮的爸上帝面前，心内坚固，诚做圣洁，无通责备。